等等，你等等，你今天必须把话跟我说清楚。这些年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有什么权利管我？你爱过我吗？你真的关心过我吗？我有，我真的有。不要忘了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你是有老婆的人。爱宝，在幼儿园里那个孩子，是我们的孩子吗？不是。撒谎！好了，爱宝，别再折磨我了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好吗？那你要我从哪里说起？从开始，从头。那天我离开你，其实我根本没有走，我就坐在楼道里，有一个男人，他上来带我走，说他爱我，于是我就跟他生活在一起。不久，他就病死了，孩子是他的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我拿掉了。哎，我还能带孩子去你家吃饭吧？哪个孩子？就上次抱着你腿叫你爸爸的那个呀。今天他看到我就问：“爸爸呢？爸爸怎么没有来？”我听了真的是觉得怪心酸的。一个孩子没有爸爸，却得叫陌生人爸爸，真的不知道他的成长过程要怎么办。在幼儿园里那个孩子，是我们的孩子吗？不是。你撒谎！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我拿掉了。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拿掉。请记住，你是有老婆的人。哎，我还能带孩子去你家吃饭吧？饭好了，过来吃吧。啊。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，我想上楼睡会儿。你自己吃吧。你还好吧？没事，头疼。他在家里也这么样子吗？对啊，老不听使唤了。闹闹其实他真的挺会画画。
你们俩真是有本事啊，花了公司大笔的钱，啊，请客户吃吃喝喝的，就给我换来这个结果。我们也没想到能到这个地步。本来下面的关系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但上面突然又说不行。其实用夜色这个概念来做这款葡萄酒，在他们下面所有相关部门都全票通过，但是现在他们上面又说不行，我现在真的有点质疑他们的品味。你们俩在这个行当干了多少年了？啊！我再告诉你们一声，听好了，客户就是我们上帝，他们的品味就是你们的品味，永远不要怀疑你客户的品味，知道吗？和爱宝的关系越走越近了，我突然有一种说不清的担忧。招聘的情况怎么样？咱们公司这次招聘的情况虽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有一个算得上是人才。说看。这个小伙子是传媒大学硕士毕业，广告学专业，精通各种软件和数据信息的处理，沟通能力也很强。之前在奥美是担任部门副总监，他想来咱们公司应聘副总的位置。接着说。之前看到他资料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也很惊讶，后来电话确认，发现没问题，他就是想要来公司当副总。据我分析，他可能在奥美不太得志，或者遇到什么问题，所以想跳槽到咱们公司，祈求更好的发展。说穿了，可能是话语权的问题。我对这个小伙子有点兴趣，哎，你告诉他一声，说我想见他。好的，明白。不好意思。那个人不是吴越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啦，他就是演《西游记》的那个呀。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演猴子的人。我敢保证，他一定就是。不然我们打赌。打赌？怎么赌？不如我们就赌闹闹吧。如果我输的话呢，闹闹就借给你玩3天。这算哪门子赌注啊？那我赢了，还得帮你带3天孩子，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你不要口是心非了嘛！我看你那表情就知道你特别喜欢闹闹。这倒是被你说中了。那好，可是你赢了呢？哎，不如这样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闹闹给我们玩3天；如果你赢的话，我老公借你差遣3天。你就这么放心把老公交给我啊？我不会输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确认啊？不如我们去问。请问，小姐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请问你是演《西游记》的吴？对。那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个吧，公司有规定，他不能合影。这种场合下不让合影。哎，等一下。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这么对待我自己的人民啊！哎，你好，拿我的照吧。啊，稍等。留个电话吧。
嗯，李轩，今天我给你迎了一个儿子回来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呢，从今天开始的3天起，闹闹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和爱宝打赌啊，他输了就得愿赌服输了。姐，你老公也太不靠谱了吧！说要来接我们，现在都几点了？去一趟天津都该回来了吧？早知道这样，就不让他来接我们了。对啊，这下可尴尬了，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等一下遇到交通高峰期，非得堵在马路上不可嘞。但我们现在走的话呢，你老公应该在路上了吧？让他扑空也不好吧？那能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再等等吧。你所有的资料呢，我都看过了，非常的好。不过，我有点疑问啊，就是你为什么会放弃一个大公司，来到我们这么一家小公司呢？林总，我都做到这儿了，这就证明了我对贵公司的信心。现在就看贵公司这座庙，是否能收留我这个流浪僧了。哎，姐，你给我讲讲你们谈恋爱的事情吧。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讲的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是吧？我看他不像是没有情调的人啊。那你就错了，他其实挺大男人主义的，没什么情调。不过他倒是挺喜欢旅行的，但是常常是说走就走，也不跟你商量的。还有，他喜欢画画，也画得挺好的。他常说，如果他没有做广告的话，搞不好会成为一位画家呢。你对薪酬方面有什么要求吗？我之所以想换个新环境，主要目的就是想找一个新的发展。只要公司能给我足够的施展自己的机会，薪水方面不是问题，就按林总您以前的规定就好了。对薪水方面没有要求，那其他方面呢？我以前在那些大公司工作，其实我是一直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在工作。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外企是对一个中国有志青年发展最好的地方。工作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我该学的都学到了，所以是该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，一展抱负的时候了。至于职位问题，我相信林总您一定会给我一个极好的判断的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你选择我们公司，对我们公司的信任。但有件事情呢，我想跟你说一下，啊，你刚刚来到我们公司，可能我还不能给你这个职位和你所有的要求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还愿意留下来吗？任凭差遣。哎，不如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去我家吃饭，我让你看看他的画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就这么定了。等会儿我们去超市买点菜，我再让他做几道他的拿手菜给你吃。林总，我真不明白，这么好的人才，您怎么还会说未必给他留个不错的位置呢？万一他走了，岂不是咱们的损失？是人才，
我们欢迎，一定要留住。可是，他来我们公司应聘，对酬劳没有任何的要求，挺让我费解的。哎，我们可以换种思维方式考虑一下啊。他万一是来我们公司来窃取商业情报，用于他图，你想过没有？林总，我觉得您也太谨小慎微了，他说的都合情合理啊。哼，傻丫头，如果他是真心想留下来，咱们有什么好紧张的呢？那您打算给他什么职位呢？先给他一个策划专员吧。这样合适吗？没什么不合适的。如果他真的是人才，真的想为我们公司来出力的话，相信我，我不会埋没他的。嗯。我们公司虽然不大，但是五脏俱全，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呢。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问我们哦。对的，对的。哎，这个策划案，谢谢。聊什么呢？那么开心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孙林，林总的大秘，大红人，你可得好好认识一下。你好。行了，你们别贫了啊，别打扰人家工作了。乃梦和爱宝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看着他们俩那么好的关系，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矛盾和纠结，总觉得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在我周围围绕着。娜，叔叔爸，为啥这个狗熊戴着帽子？为啥它这个帽子这儿呢？这个狗熊做这个狗熊的时候，这阿姨给他穿的衣服呀。哪个阿姨呀？这是做狗熊的阿姨。为啥它也穿着裤子啊？爱宝走进了我跟乃梦的生活，可闹闹渐渐走进了我的心里。林总，上次那个红姐策划案，对方还没有给我们回信，您看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林总，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。讲。咱们新来的任意是对方冯总公司的校友，咱们何不死马当活马医，试试看呢？听听大家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畅所欲言，随便说说。非常重要。我相信，改正了这2点，
就只有今天有空而已。是，好。那么我晚点过去，谢谢。怎么了？你等会儿还有事啊？听说有一个老中医，他医术很厉害，我去把脉。老中医啊？是啊，我也想去看，能不能带我一起？当然可以啊。聊什么呢？逸轩来了。那，逸轩，我刚刚跟爱宝说，我们俩想去看中医，今天能不能麻烦你带带孩子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辛苦你了。那我们走吧。拜拜。来，拜拜。有问题打电话。你看啊，林总，问您点事儿呗。说，那边那帅帅的男孩叫什么呀？他叫任毅，是我们公司新来的。怎么着？喜欢啊？还行吧，您就帮个忙呗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喜欢他没问题，但是记住，工作的时候不要打扰我的员工。知道。啊，就那边加一个灯。任毅，哎，林总，怎么了，林总？你看一下啊，整体呢我觉得还不错，可是这方面可能要调整一下。对，我让他们呀上面加盏灯，把这字打亮。怎么样？我放心，就按你的办。那累不累？要不要喝果汁？来，喝一口，喝一口吧。来，小心啊。好棒啊！我还要接一次。好，拜拜。我能暂时以非秘书的身份跟您说几句吗？干嘛那么严肃啊？有什么话说。您今天是不是把仁义的电话给那个模特了？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做了。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的把别人的隐私透露出去呢？你怎么知道别人？
都属于我。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吗？确实是因为身体上的问题导致不育。我真的很想要有个孩子。爸爸，你叫我什么呀？爸爸。这位是我先生李医生，这位是艾小姐。这些年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爱过我吗？你真的关心过我吗？今天的孩子还问起你来了，我听了真的是觉得怪心酸的。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拿掉。今天我给你赢了一个儿子回来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为什么会放弃一个大公司，来到我们这么一家小公司呢？如果他是真心想留下来，咱们有什么好紧张的呢？是该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，一展抱负的时候了。南梦老师再见。再见，真乖。来，来，来吧，再见。那就麻烦你帮我送爱宝了。慢点，坐好了。那我去了。开车小心点。你跟南梦好像关系挺好的。你到底想我怎么样？难道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？这3年来，我以为我能够忘掉和你有关的过去。我在无数个谎言中虚度着自己的世界。我放弃了我的过去，活着另外一个自己。你想过我的孤独吗？你想过我的无助吗？甚至，你想过我吗？我曾经以为你是我生活下去的全部意义。遇见你，我不再茫然和孤独，你让我体会到爱情的甜蜜。你也让我知道，愿意能拥有真实而纯粹的爱情。我麻木的人生也可以拥有奇迹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我们彼此在生活中扮演角色给别人看，压抑着内心的痛处，在强颜欢笑。你知道吗？我最难过的，不是我爱的人不爱我，而是我爱的人消失在我的世界里。我丢掉的是2个恋人和爸爸。我能送你吗？不用了。别这样，害怕。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行吗？老爸，再见。艾小姐好。
你就住这儿？是啊。让孩子上床睡吧。不动他了，动他他会醒的。这酒店，这房间，这一天下来费用挺高的，你怎么能付得起呢？爱宝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靠什么来抚养这孩子？我自有自己的办法。需要我帮你吗？我可以的。你是有老婆、有家庭的人，你管好自己就行了。咱们之间何必搞成这样呢？以后你有任何需要，都可以来找我，我会全力帮你。不需要。孩子睡了，我也累了。你再不回去，南梦姐会担心的。哎，服务员，来一下。你好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？可能我朋友不在房间，刚才我在这儿把东西落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打开门？好，可以。您请，先生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明明人在里边呢，怎么没了？您是艾小姐的朋友吧？啊，她人呢？她在另外一个房间。另外一个房间什么意思啊？艾小姐是酒店的老客户了，她还有一间承包房，也是在这一层，是她和孩子住的。刚才这间房间是她接客的地方。您知道，一个单身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。这些年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就是因为他妈这个狗屁男人收了你，你就跟他结婚生子，对吗？别再折磨我了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好吗？谢谢。打开！打开！打开！你会杀了孩子，你会杀了孩子的。出来！你快出来！你都干点什么？
老板，干得好啊！你的确没让我失望。我说过，我只需要你的信任。现在全公司上下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任命你为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好好的干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 任宇啊，有件事情呢，我希望你亲自帮我去办一下。你在附近呢，给我找一个小户型的房子，尽量条件好一点，最好是已经装修好的。你要买房子？啊，行。这是我的私事，明白？ 明白。慢一点啊，那上面那就轻一点，别磕着。那喜不喜欢上学？蓝梦姐，妈妈，你来了，今天还算早啊。对啊。任毅啊，林总，我看这房子感觉不错，你满意就好。辛苦了。你干嘛这么客气啊？我也喜欢跟闹闹玩啊，对不对？跟老师说再见。老师再见。拜拜。 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。当然。让我再想想吧。我们可以走了。若不是因为遇见你，怎会忽然艰难呼吸？若不是因为爱上你，怎会嫂子有这般勇气？林总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对呀，不好意思，这种事还麻烦你。嗨，哎，先不用脱了，请进。
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医学院他太忙了，要是等他来修，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能不能和我一起掩埋在时光里？我如此的珍惜。谢谢。这是我的秘密，这是我的秘密。林总，进来。把自己打扮得挺漂亮。林总，哎，任意，来进来。我这儿呢有份资料，你帮我去核实一下。还有，孙宁，你配合一下任意的工作。好。去吧。好，那我出去了。啊。任意，为了庆祝大功告成，我们去唱歌吧。我有点累了，你们去玩吧。走吧。我这人唱歌五音不全，你们去玩吧啊。林总组的局，你敢不给老板面子？而且老板娘也在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快点。生日快乐！谢谢，开心啊。我不知道什么生日，为什么？没关系。我都不知道是你生日，什么都没准备，你也没跟我说。你来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嫂子，来，领导。谢谢林总为我庆生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嫂子，你帮我贴好不好？啊，好，我去点歌曲。任意，唱首歌给我听啊。我唱歌不行，你唱我听。我受够了等待，你所谓的安排，说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？早该停止风流的游戏，人被你抛弃，就算了解而